斗門一個超級選嘅一個別墅啊，中邦漁龍灣嗱就係呢一間啦，雙拼嘅別墅。之前業主要花咗成330萬無批買嚟嘅，依家係330萬左右，係帶埋裝修俾你。你睇呢個花園公共區域全部都係你自己用到嘅，可以放4、5台車都 OK 嘅，空間係非常之大嘅。喺呢個前花園加埋後花園前加埋起嚟有成1000個方，非常之誇張。咁業主又做呢啲遮陽頂啦，呢啲全部都係幫你做好晒噶。咁依家係一口價330萬，呢啲門全部用嗰啲銅門嚟嘅，質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業主都係花咗好大成本嚟搞嘅啦，210幾方，實用面積達到330幾，做埋一個私人電梯，全部都做好晒嘅啦。咁呢個係1樓位置啦，一樓到呢度咧就係一個餐台同埋廚房嘅位置，全部都係整得非常之好噶。咁落嚟呢度有一個會客廳啦，係非常之大。呢個層高咧就有4米左右，非常之 OK 嘅。咁前邊就係後花園嘅啦，同埋隔離全部都係花園，實用面積係非常之大嘅，一共有3層。有興趣嘅可以私信我，我發啲更加詳細啲嘅資料俾你，帶你現場嚟睇睇。